主辯何心源，反方第一部辯冼海星，反方第二部辯陳宇聰，同埋反方協辯邱財遠。咁而家我會講台上發言時間同埋須知嘅，計時員將於鳴鐘時間開始計時，辯論員須於鳴鐘後才可發言。個辯論員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發言時間完結嗰陣時，計時員將鳴鐘2次，議事發言時間已經完結。並且即將進入15秒嘅緩衝時間，15秒過後，即係第16秒嘅時候，計時員會連續咁鐘數下。該隊必須即刻停止發言，否則會被扣分。扣分制如下：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每位評判將於該隊發言時間所得分數扣除1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亦計5秒評算。而我哋今日都有我在喜愛辯論者同埋我在喜愛社嘅喺辯論比賽完結之後，我哋會每人派2張貼紙，你哋可以揀出你哋最心儀嘅辯論選手同埋辯論嘅社。到時你哋就將貼紙黐喺辯論員前面嘅白紙同埋我面前嗰塊板度，咁你就可以投出你哋心儀嘅一票。同時我哋都有台下發問嘅呢個規則，喺反方第二部辯發言完結之後，會開始台下發問嘅完結環節。主席會隨機抽出較早前即係正方主辯到反方第二部辯嘅發言時間所收集嘅台下提問，跟住向正反雙方輪流提出2條台下提出嘅問題，由正方派出其中一位台上辯員回答，跟住到反方，再到正方，再到反方，如此類推。咁所以各位同學可以喺我哋辯員發言嘅時候，隨時去按左右手兩邊嘅雙度去寫出你心儀嘅問題，跟住隨個雙度，我哋會隨出抽出問題去進行提問嘅。咁事不宜遲，我哋辯論比賽即將開始。所以咧就請大家踴躍啲去發問啦，因為我哋咧喺左右兩邊咧擺咗箱嘅，喺我嘅右邊同你哋嘅左邊咧係問正方，如果你想問正方問題嘅話，就擺落正方嘅箱裏邊；如果你想問反方問題嘅話咧，就擺落反方嘅箱裏邊。咁啊旁邊都有啲紙啊筆啊俾大家去寫嘅，咁大家積極啲去發問咧，咁啊你哋嘅問題隨時都可以挑戰到台下嘅人嘅，咁啊即刻開始。咁我哋而家有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在座各位評判大家好，今日我方立場清晰，本港青少年註冊社交媒體嘅時候，應該要增設年齡限制。我哋並唔係否定社交媒體嘅價值，而係要為未有能力保護自己嘅未成年人設立一道必要嘅防線。首先，釐清3個關鍵嘅概念。第一，今日討論嘅對象係未成年人，即係16歲以下，大腦未成熟、判斷能力不足、最易被演算法操控嘅青少年。第二，社交媒體例如臉書、抖音、小紅書等，佢哋嘅本質唔係一個中立嘅推算工具，而係以演算法推送為核心，以流量表現為目的嘅商業產品。第三，增設年齡限制唔係永久禁止，而係要要求喺註冊嘅時候通過嚴格嘅驗證，確保青少年喺合適嘅年紀進入一個合適嘅網絡空間。我方面辯題原因有3：第一，可以對抗成人危機，呢個係一場青少年大開發。青少年嘅大腦係一部微剎車系統嚟裝，引擎開到最大嘅跑車。青少年負責操縱控制公主原本嘅前額葉皮質上嘅成熟，但係負責即時快感嘅邊緣技術極高嘅社交媒體公司管制數據反饋，正正就係針對呢一啲嘅人員去不斷刺激多巴胺嘅地步。第
我哋會立法禁止未成年人食煙飲酒，咁點解會揾一個專登令人手癮嘅產品長驅直入佢哋嘅法？第二，政策能夠改革網絡環境嘅滲透。社交媒體上面嘅風險並唔係概率，而係常態。網絡欺凌只需要一個人嘅賬戶就可以同300次發生。成年人喺網絡上面廣播就能夠接近青少年進行性網戀。香港警方數據顯示，涉及青少年嘅網絡詐騙、網絡性罪案件持續攀升，年齡限制就一道防火牆，有效減少青少年同一啲高危嘅性出現，劃出一個。第三，制度同時糾正市民接軌國際共識，社交平台同未成年之間嘅權力存在嚴重嘅失衡。先進嘅科技嘅提有工程師同心理學家令用戶上癮，一個普通嘅家庭點樣同擁有演算法嘅科技去合鬥？立法嘅作用就係將保護責任由無數嘅家長轉移到國內嘅平台身上。國際上面，法國、澳洲、美國多州已經紛紛立法，證明咗限制社交年齡、限制社交媒體嘅年齡，已經係成為全球對抗網絡危機嘅共同防線。如果香港唔跟進，就係將下一代置於國際公認嘅高危環境之中。各位評判，年齡限制唔係一道牆，而係一小計時嘅責任。咁我哋下一代帶我成熟啲、判斷能力強啲嘅時候，先踏入呢個充滿風險嘅數碼世界。多謝大家。正方發言時間3分05秒，無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主席，各位在座嘅位大家好，我可以認為青少年心理未成熟，用以上網上嘅資訊同學，但係成熟嘅平衡通而嚟，而係透過環境碰撞同埋反思而產生嘅。社交媒體係現實社會嘅縮影，如果因為未成熟就將青少年隔絕，就等同為咗防止受傷而禁止小朋友行路。真正嘅成熟係知可控風險內下就點樣分辨是非，應對網絡欺凌同埋管理情緒。年齡限制只係一種途徑式嘅保護，剝奪咗青少年所需嘅成長洗禮。社交媒體唔係成熟學嘅權利，而係通往成熟嘅必經之路。如果禁止青少年喺社交媒體中成長，青少年點解到18歲就無啦啦變得成熟呢？今日我方立場堅決反對本港青少年註冊社交媒體應持年齡限制。我哋定義一下辯題，所謂增設年齡限制，本質上就係從源頭開始透過註冊門檻，將青少年完全排斥喺社交平台之外。初衷可能係為咗控制年輕人嘅心理發展走向，保護佢哋唔受網絡騷擾。但係我都認為呢種方式嘅禁養，單啲係冇辦法保護青少年，反而會剝奪咗佢哋喺現代社會嘅核心競爭力。首先，社交平台係溝通能力嘅試驗場，青少年單嘅係佢哋為心靈發展同埋社交技能打基礎嘅重要階段。喺現代社會，溝通能力已經唔再局限於面對面交談，社交平台提供咗即時嘅網上交流機會，呢個係全球發展嘅大趨勢。如果我哋喺註冊階段就施加限制，呢個無疑係剝奪青少年提前適應大環境嘅機會。我哋喺成年之後就會跟隨一個連公司交接、商務溝通都依賴 WhatsApp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嘅工作環境之後，缺乏網絡信息庫嘅青年將會面臨巨大嘅社交障礙，而更加會影響佢哋職場嘅競爭力。其次，硬性禁令同埋青少年嘅發展心理需求上升，我方可能會認為限制年齡可以保障心理健康，但係現實我會識得強調，青少年正係處於建立自我認同嘅時期，社交平台係佢哋尋求不實感嘅重要途徑。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索尼亞教授喺兒童及青少年網絡安全計劃中嘅研究發現，當時係禁止使用網絡降低網絡風險，反而我哋青少年喺遇到問題嘅時候，更多係成年人求助，因為佢哋擔心一求助就會失去網絡嘅使用權。當我哋實施年齡限制嘅時候，青少年為咗維持同同齡人嘅聯繫，大機會會虛報年齡或者轉向加上更差嘅地下平台，呢種強制隔離同埋保護心靈嘅錯綜相斥，加劇導致佢哋同社會發展脫節嘅情況。我哋需要嘅唔係禁止註冊，而係教導使用。評判社交平台喺現代社會已經具備不可或缺性，而其將青少年拒之門外，俾佢哋喺無知中成長，不如喺佢哋受任何嘅環境下，學習點樣喺數碼世界中獨立。呢啲以上論點，我方堅決反對增設年齡限制。請問對方朋友，你哋今日話要保護青少年，其實係咪只係用一個硬生生嘅年齡門檻，將教育青少年嘅責任延遲到佢哋18歲成年嗰一日呢？呢個無社交不生活嘅年代，請問對方朋友，你哋點解覺得剝奪一個年輕人同輩接軌、獲取資訊嘅基本權利係一種保護呢？多謝大家。
時間2分58秒，6小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負面發言，你有2分30秒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舉咗唔少嘅例子同我哋講點解我哋唔應該設立年齡限制，但事實上佢哋全部都係無稽之談嚟㗎。首先，有方講到就話我哋會限制咗佢哋嘅資訊源，但係問題要在全民都知世界好大，唔同嘅消息好多，但社交媒體嘅演算法只係根據你所想嘅嘢而俾你睇啲乜嘢，唔係會幫你分析邊個有害邊個無害，從而冇一個指令指標。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近80%嘅受訪者係會使用社交媒體超過4個鐘頭，可以見到佢哋使用得更加頻繁，裏面嘅資訊都唔可以斷定裏面嘅資訊全部都唔可以分清邊個係有害定無害。所以我都認為限制佢哋其實只係防止佢哋上癮，防止佢哋受到傷害，而唔係資訊本身。再者禁止佢哋使用應用程式，係咪社交媒體係咪真係代表佢哋唔可以取得資訊？你哋其實可以透過電視、新聞、電台唔同嘅方法去取得資訊。以上嘅咁有方同學，如果照你嘅思路咁諗，係咪真係代表以上唔同嘅方法都係阻止咗佢哋吸收嘅人？係咪阻止剝削咗佢哋嘅資訊權咧？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呢句嘢其實唔成立。其次啦，有方同學講到就話呢樣嘢好難實行，但係問題在於難實行呢件事情，你喺可以見到智方面應用程式上面都可以有一個驗證你身份嘅情況下，咁你話到驗證身份用父母嘅身份去講解嘅話，其實呢個都好係只係平台肯唔肯去做，而唔係實行嗰個情況下。所以總括而言，年齡限制係為咗保護佢哋生命成長作設想，所以等佢哋心智再成熟啲，獨立思考能力再升級，我哋到時就俾佢哋前往更大嘅一個世界都唔算太遲。正方發言時間2分1分56秒，6小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一負面發言，你有2分30秒時間。試問。有可能主張延遲接觸社交媒體可以降低心智未成熟嘅青年受到網絡欺凌嘅風險啦，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其實唔等到16、18歲，一個人就會自動獲得處理衝突同埋衝突超能力咩？事實上，經驗源於實踐，而唔係歲數。社交能力嘅培養係需要經過試錯嘅過程，將青少年同社交網絡隔絕，社會令到佢哋入大學或者社會嘅時候，仍然缺乏實踐經驗。當佢哋最終面對更加複雜、規模更加大嘅社交網絡嘅時候，受挫感同埋受傷害程度會更加嚴重。欺凌嘅本質係權力不對等，個平台就係冇關係。校園欺凌喺互聯網普及前就已經存在，即使冇社交平台，啲欺凌者仍然會有方法去欺凌他人。第二，啱啱有同學都講到，演算法其實係可控嘅。其實我哋只要對真正感興趣嘅內容，我難分享同埋收藏；而對唔感興趣嘅內容，我不感興趣嘅話，我相信演算法社交平台係唔會主動去推送呢啲不當嘅內容同埋包括言不宜等等。除此以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亦都明確規定咗兒童應有自由表達意見嘅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收、傳達各種資訊嘅同埋思想自由，不論任何媒介。社交媒體係幫助香港青少年表達意見同埋發揮佢哋創意嘅重要平台。如果本港新設年齡限制，就好似剝奪咗佢哋喺網絡世界嘅發言權。青少年透過平台參與公共討論或者展示藝術作品，係行使公民權利嘅表現。一旦實施禁令，將令到呢班數碼原住民喺社會嘅公眾討論中被邊緣化，嚴重違背咗公約保障嘅資訊接收同埋表達自由。最後，社交媒體係現代生存中，亦
然後生存邊可恥嘅溝通工具。青少年終有一日要長大，終有一日要面對獨自面對呢個充滿資訊嘅數位世界。相比起一刀切嘅年齡限制，更加應該推動嘅係資訊數量教育。即係我哋應該喺學校同埋家庭嘅陪伴下，教導佢哋點樣分辨界線，點樣保護隱私，點樣應對網絡欺凌。總括而言，有方同學所講嘅真切年齡限制。反覆發言時間掌分32秒，冇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正方嘅副點發言。總括而言，有關同學記得講所講青少年齡限制，以防住實際風險，又產生咗地下化嘅新危機，更拖住咗青少年學習應對網絡世界嘅機會。基於以上理由，我方堅決反對本港青少年註冊或者監管體增設年齡限制。多謝各位。而家有請正方嘅副點發言，你有2分30秒時間。是咪？主席評判最後各位，聽完有方兩輪發言，我方感到一種令人遺憾嘅佛系。有方同學就話：可以單靠教育就可以令青少年可以慢慢發展到18歲就唔會成癮。第二，有方同學就話：我哋會剝奪青少年嘅資訊權係影響社交。而家我方就要突破呢啲偽善嘅幻象。第一，有方擔心限制年齡會影響社交，呢個就好似係話大家都喺度食煙，所以為咗唔令孩子俾人孤立，我哋應該允許佢食煙。社交係建立喺唔焦慮、點讚競爭、依法信息之上，咁呢種社交本質上係一種毒藥。我方主張立法係要打破呢種責俾成人嘅挾持，令社交回歸到有溫度嘅現實互動，而唔係冰冷嘅熒幕數字。第二啦，有方同學就話：家長同學校嘅教育就已經足夠啦。有方同學就將教育當成萬能藥，但我方必須指出，教育係教細路點樣行路，睇喺萬丈深淵面前裝不能。有方要求家長單憑教育去對抗全球最強大嘅成癮演算法，就好似叫家長用肉身去幫仔女擋子彈，極其不公。一間車廠生產剎車嘅汽車，我哋應該叫家長教細路小心啲，定係應該先要求車廠裝好剎車掣呢？當火場已經起火，我哋應該要救火，而唔喺火場門口開班教點樣防火。現實中，我哋會教細路唔好食煙，同時都會立法禁煙，因為法律係底線，教育係上限。如果冇咗法律限制，家長教得幾辛苦，細路一開手機就係無底線嘅推送。有方就同學強調自主權，但我想問，當一個14歲嘅青少年喺演算法精準誘導之下，不知不覺玩咗5到6個鐘，甚至產生容貌焦慮、自殺傾向嘅時候，呢種係自主選擇定係精神操控呢？兒童權利公約的確提到參與權，但佢更加強調嘅係生存與發展權。
傷害講下社交媒體係咪一定會傷害到人嘅？社交媒體嘅青少年溝通工具係咪溝通一定會有自動一樣咧？兩件事根本冇可比性，有可能我唔可以確立到使用社交媒體係會令到青少年受到傷害。有冇同學都話呢個冇一個靈活方法可以做？我方法咧係可以用到父母嘅一個調整方法嚟做呢個調整嘅。咁我同學就話個冇用嘅個調整方法我可以做啦，但其實我哋可以借其他人嘅帳戶去繼續潛入去呢個嘅社交媒體。雖然原本有乜我在座各位大家好，咁有個係咁強調提供年齡門檻，就可以保護到青少年遠離到網絡風險。但係我方就可以指出到真正年齡限制，佢最簡化無效、最傷害青少年嘅政策，解決唔到問題，只會製造更多嘅問題。第一年齡限制都冇得實行嘅，好似香港青少年熟悉數位工具，如果年齡限制千年以內，比較難嘅假資料嚟唔到，借用其他嘅帳號，跨區註冊地地界線。真正嘅自由學生俾人限制，相壓嘅照樣使用呢啲管人放壞嘅政策，唔單止冇成效，冇效力，仲會失去公信力。第二，社會上嘅青少年學習同生活需要加強聯絡。喺香港，學校通知可能討論書寫唔錯資訊，正面提關注社會依賴社交平台，加一註冊就設置到你社交渠道。社交連結同埋自我表達空間，當朋友喺線上面溝通參與公共嘅事務，俾人限制青少年會談唔到社交孤立，資訊落差或者機會俾人誤信咗。第三，青少年限制係侵犯咗青少年嘅合理發展權。香港青少年要獨立思考同表達需求，社交媒體係我哋嘅出社會練習溝通建構社會嘅領域，用嘢粗暴橫界否認佢嘅學習同社交嘅參與，本質就唔符合青少年維護嘅社交理念。咁同學，你嘅方案係唔安全嘅，你嘅限制嘅圍封係對你嘅成長機會，而家嘅人可能問題將會令到你反學更唔受監管嘅課堂。我方經常保護嘅發先，有呢一條方面啊，香港青少年嘅係要引導家庭合理去埋多些個問題。反方發言時間2分39秒，無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我哋開始台下發問嘅環節，老師會收集兩方嘅問題開始提問。好，咁接住落嚟就係一個台下發問嘅環節啦。首先咧，我哋就會請一位辯員咧嚟到去。好，先係請正方回答嘅。咁我有兩條問題嘅啫，咁所以兩條問題都會問嘅啦。第一條問題咧就係問增設年齡限制會唔會影響社交咧？問正方嘅。增設年齡限制會唔會影響社交？答案係唔會㗎。青少年社交嘅方法有好多種，有微信，有例如電話，有呢啲影響社交嘅方式。但有啲學今日斟酌住呢個社交媒體咯，因為社交媒體絕對係會影響社交嘅，因為我哋學方都好似話啦，因為大家都喺度食煙，所以為咗小朋友唔好被孤立，所以我哋都應該允許佢食煙。如果呢種社交喺建立喺容貌焦慮、點讚競爭同隨便發信息上面，咁呢種社交本身就係一種毒素。所以我方多次強調社交媒體係唔會影響社交，因為我哋長社交媒體佢嘅年齡限制其實係阻斷一啲有害青少年身體健康成長、心理健康成長嘅一啲元素，所以我方嘅答案係唔會影響到社交。多謝各位。好，咁接住落嚟就係問下方嘅問題，我都係隨便抽一條。台下嘅同學仔關心一條問題，就係咧，係咪要為咗青少年決戰於世界而忽略咗其中隱藏嘅安全隱患同埋風險咧？請下方派出一位辯員嚟答我。
好啦，跟住頭先嗰條問題啦，咁就發明其實真係其實嗰啲咩嗰啲人安全嘅法例，例如我欺凌啊、資料泄露啊，跟住其實係因為佢哋冇判定同埋呢個使用嘅規範，唔係因為佢哋冇年齡嘅限制，所以令到佢哋會咁令到佢哋有啲隱患啦，好多咁嘅條例係唔會令到佢哋更加安全，只係佢哋喺呢個控制到情況下，都有涉及咁唔監嘅情況，冇監嘅情況。再講啊，電話啊，譬如通訊工具，通常都係社交媒體，咁咪應該要禁止啲資訊唔好用電話咧。好，咁接住落嚟咧，又到翻正方嘅提問啦。咁啊，台下嘅同學有問過，如果啲細路仔拎咗阿爸嘅身份證嚟驗證嘅點算咧？係咪存在一啲嘅法律漏洞喺入邊咧？你而家擔心緊嘅係只係1成或者1成會修正檢嘅細路仔，但我而家關心緊嘅係嗰9成守法會喺社交媒體上被攞分受害嘅孩子。唔通你要為咗攔住個1成嘅人，就犧牲咗嗰另外9成嘅人咧？呢種理論我哋絕不接受。好，咁最後嘅提問咧就講翻橙方啦。咁啊，呢條提問咧就問啦，你哋否唔否認網絡欺凌等等嘅案件越嚟越多咧？點解拒絕政府介入幫助，任由喺呢個世風日下受害者越嚟越多，而唔做任何嘅舉動係啱嘅？你哋認唔認同呢個網絡欺凌嘅案件係越嚟越多咧？咁政府又冇，如果係即係點解拒絕政府介入幫助，任由世風日下受害者越嚟越多，而唔做任何舉動嘅話，咁係咪可以幫到呢件事咧？呢條問題關心嘅係即係啲青少年會因為受社交媒體荼毒，但係你哋有冇諗過其實真正嘅問題並即係其實呢個年齡限制並解決唔到個問題，其實我哋並唔否認而家嘅欺凌案件正在增加，但係問題就係我哋主張嘅係教育，而唔係用呢啲禁令，而忽略咗其實社交媒體可以帶嚟俾青少年無數嘅好處。單純去禁止佢哋去用呢個社交媒體，反而會令佢哋之後社交嘅發展可能有啲問題，而佢哋嘅知識獲取途徑亦都少咗一個係絕對不利。咁我哋而家各雙方有2分鐘嘅準備時間，而家開始。
愛嘅蛇啦，同埋最愛嘅邊緣。咁你手頭上應該有兩張貼紙嘅，一張就係投蛇，一張咧就係投俾邊緣嘅。如果你想投俾你心儀嘅邊緣，就可以喺佢嘅邊位啊咁樣指落啦嚟講貼上你哋嘅貼紙咧，咁我哋就會最後咧去選出你愛嘅邊緣嘅。咁但係今日咧，我想咧大家都即係聽下評判嘅評語啦。咁所以咧，可能喺投票環節，我就將評判俾完評語之後咧，我哋先至再做投票啦，好嘛？如果唔係陣間咧，大家出嚟投票咧，就一個就做一窩蜂喺前面投票。咁我係等評判俾少少評語之後，我哋先至再投票啦。而家當總結嘅時間結束，而家有請反方總結發言，你有3分鐘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嘅主辯指出青少年唔夠成熟，而有方嘅同學亦都指出演算法嘅問題，但係有方同學嘗試將社交媒體嘅壞處無限放大，根本忽略咗其實呢個根本就係解決到啲問題咧。成場辯論落嚟，有方同學不斷強調保護，好似只要增設咗呢個年齡限制，就可以為青少年築起一層防護網。咁樣做到底係保護緊佢哋，定係軟禁緊佢哋嘅成長咧？我方嘅主辯同副辯已經論證咗，社交媒體唔單止係溝通嘅工具，更加係當代青少年行使公民權利、發展數位人性嘅必需品。有方同學所主張限制青少年註冊，喺本質上係對現實嘅一種逃避，因為恐懼風險，所以切斷意見；因為唔識得引導，所以選擇禁絕。各位，我哋必須承認嘅係，社交媒體早就唔係現實生活之外嘅選修課，佢就係現實生活嘅本身。當時嘅青少年喺社交學習都已經同社交媒體深度咁融合，增設年齡限制就係喺佢哋最需要學習點樣同世界接軌嘅時候，切斷咗佢哋嘅連接。呢個唔係保護緊佢哋，而係幫助緊佢哋適應未來嘅權利。一個喺16歲之前被禁止觸摸水面嘅人，點樣期待佢喺16歲生日嗰日就突然間擁有喺大海中搏擊風浪嘅能力呢？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唔應該係點樣延遲佢哋進入世界嘅時間，而係點樣縮短佢哋掌握世界嘅能力。再者，教育本身就唔係阻隔，而係賦權。如果我哋今日支持年齡限制，我哋傳遞俾青少年嘅訊息就係世界好危險，而你好無能，所以你必須等待。呢種被動式嘅保護，只會培養出缺乏判斷力、喺黑暗中摸索嘅下一代。保護係俾佢哋喺老師同家長嘅引導下，喺受控嘅環境去碰撞、去分辨、去跌倒，再爬翻起身。我哋應該教佢嘅，去教佢哋嘅係點樣過濾資訊，而唔係直接遮住佢哋嘅傷口。我哋翻返去人嘅本身，青少年並唔係社會嘅附屬品，佢哋係擁有獨立思考能力同表達能力嘅個體。社交媒體係佢哋嘅客廳，係佢哋嘅畫布，更加係佢哋嘅擴音器。增設年齡限制係將活喺數碼時代嘅參與者邊緣化，令佢哋喺社會討論中失聲。我哋唔應該喺一個強調多元同包容嘅社會，為到嘅青少年築起咗一個高牆。時代嘅浪潮從來都唔等人，與其喺時代嘅浪尖設立呢個擋水板，不如我哋教識青少年點樣衝浪。我哋反對增設年齡限制，係因為我哋相信青少年嘅潛能，我哋尊重佢哋嘅權利，並且我哋都更加注重教育嘅力量，唔好令保護變成一種殘缺，唔好令禁令變成一種隔絕。我堅信本港青少年註冊社交媒體不應增設年齡限制。多謝。時間3分0秒，老超時唔使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總結發言，你有3分鐘先繼續。主席評判完各位，最後一次大家好。今日從來都唔係我方刻薄，而係有方一直低估風險。今日有方話社交媒體係趨勢，比限制更加重要。聽落好美好，但想問呢個14歲嘅細路，自壓抑品質未成熟，衝動控制未完善，你叫佢自己面對社交媒體嘅成癮設計、網絡欺凌、性誘惑，呢個唔係信任，而係不負責任。今日辯題應立與否，我哋不妨從藍圖手段逐一審視。先睇藍圖，香港一直有保護未成年嘅傳統，我哋唔俾未成年買煙、賭博、
自由，而係合理限制。點解？因為社會嘅共識係未成年嘅態度未成熟，需要我哋保護。但今日有個偏偏無視呢個共識，社交媒體嘅風險，網絡欺凌、性誘惑、極端演算法，俾吸煙飲酒又過之而無不及。點解我哋要限制買煙，但唔要限制註冊社交媒體呢？咁有講話教育比立法更重要，但家長教育同立法從來都唔係二選一，而係相輔相成。一個普通家長要俾同市值萬億用心理學家設計嘅成人機制，科技巨頭狗，立法嘅作用係為家長提供一個安全嘅基礎環境。正如我哋有法律禁止買煙俾未成年，唔代表家長唔應該教未成年唔可以食煙。因為有方法青少年會用假資料規避，但係有人犯法唔等於唔應該立法。有人超速駕駛，我哋都冇取消車速限制，年齡限制嘅作用係令平台負起合10年嘅法律責任。如果平台故意唔驗證，就要承擔罰款同起訴嘅風險。又或者用翻香港本身登記電話卡時候嘅實名登記、身份證登記呢個方法喺香港已有先例，確保執行力。技術一早就有，缺乏嘅係法律嘅強制性。如果一個平台連基本嘅年齡驗證都做唔到嘅話，就更加就係唔適合俾未成年用。其實講到最後，我希望我哋雙方都有一個目標，就係希望青少年有一個健康快樂嘅童年。但其實今日有方目光短淺，即係見到社交媒體帶嚟嘅友誼同社交，完全忽略咗青少年心智未成熟，唔識得判斷佢哋睇嘅內容是否正確。最後相信各位評判細個嘅時候都冇社交媒體或者唔常用，但依然都有自己嘅社交，有自己嘅朋友，可以證明青少年對於社交媒體對於青少年唔係必要，反而係累贅。因此今日辯題已經成立，多謝各位。正方總結時間2:41秒。